66岁资深艺人廖俊日前经传去年底脑中风的消息，儿子廖景德透露，父亲是因为小中风加上流感才会住院治疗。不少粉丝关心俊爸的病况，廖景德近日心痛证实父亲还在医院的消息，但他强调现在爸爸有外佣看护，目前在医院做复健已1个月。廖景德近日回归拍摄本土剧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廖俊要儿子不能辜负导演李岳峰，因此不准儿子到医院看他。廖景德透露，廖俊现在在医院做复健已1个月，有外佣看护照顾，但是走路仍需要拐杖，因此过年也不能回家。本月中，廖景德在脸书上贴出全家在医院的合照。照片中的廖俊坐在病床上，虽比着 YA 的手势，但面部表情看起来仍有点僵硬，气色也有点憔悴，让粉丝们非常担忧，纷纷在脸书上留言祝福俊爸早日康复，保重身体。